體溫過低的危害：一、肥胖比起體重與體內脂肪的變化，體溫才是身體健康的重要指標。只要體溫升高，就能擁有即使不限制飲食、不劇烈運動也能自動燃燒脂肪的能力。因為體溫上升1攝氏度，新陳代謝也會上升12%，因而不限制飲食就能夠輕易瘦下去。此外，身體一旦變得溫暖舒適，水分也更容易排出去，因此臃腫的下半身和突出的小腹也是很容易就能解決掉的。二、癌症人體體溫35攝氏度時是癌細胞繁殖的最佳溫度。癌細胞在胃、大腸、食道、子宮、肺等器官內部，趁內臟溫度偏低時進行繁殖，但相反，在溫度較高的心臟、脾臟裏則不能生存。三、水腫其實是多餘的水分囤積在皮膚組織下未能排出的狀態。體溫較低時自然會減少體液排泄，而未能排泄的體液存留在體內，首先是小腹突出和腿部水腫的主要原因。如果讓體溫循環流動，使腎臟暖和後，不僅使排尿順暢，也使小腹突出和水腫自然沒有了，於是會擁有水分代謝良好的體質。四、便秘雖說多喝水對便秘有好處，但是就女性而言，便秘基本上是因腸胃溫度過低、蠕動不好而造成的。對於這些冷腸型的人而言，攝取更多水分只會讓便秘更加惡化。讓體溫循環流動，以溫暖小腹與腸胃，或者是泡浴，這些方法會使腸胃溫暖起來，便秘就會消除。五、犯困寒冷與精神有著密切的關係。上午覺得頭腦不清醒，是因為體溫過低，血液不能運送到大腦裏造成的。同時，體溫偏低的人容易因為血液循環不好而導致消沉鬱悶。另外，11月至來年3月這段寒冷的時間裏，更是冷體質人們容易犯困的時節。六、婦科病對於冷體質的人們，寒冬時節拍拍肚子，如果有啪啪的響聲，則表明腸胃囤積過多水分，從而使得下腹部冰冷。子宮肌瘤、子宮癌、卵巢癌的某些成病原因是下腹部的冰冷導致的。七、不孕為不孕症而苦惱的女性也都有冷體質的特徵。讓體溫循環流動，以溫暖小腹，讓子宮和卵巢的血液循環更順暢，也就擁有了易受孕的體質。八、失眠是否有過雙腳冰冷，怎麼也睡不住的時候？冷體質者一旦感覺雙腳發冷，這時體內的主要血液都湧上頭，因為腦內充血，使得腦神經不易休息，也就不能達到熟睡狀態。九、過敏症是冷體質者常患的皮膚疾病，因為出現皮炎、濕疹、花粉症以及鼻炎等過敏症狀，其實是肌膚長期處於冷體質而強迫性將體內的水排出，以達到健康狀態的一種本能反應。十、腰痠背痛，凡是冷體質者常有腰痠背痛的症狀。腰痠背痛是局部長期受冷導致血液循環不好而產生的病症。